我係史蒂拉，來自怡保，好開心能夠參與 He&Me 公司為愛發聲，把愛傳出嚟。有好嘢係要分享㗎，尤其係關於健康呢一個課題，咁樣正能夠使更多人減少健康所帶嚟嘅痛苦同擔憂。響舊年，我嘅左手踭無端端就痛起嚟呀，咁我就諗到，唔知係咪做嘢時整到，就去貼藥膏。貼開一段時間，覺得冇進展啊，反而越嚟越酸痛冇力，攞個水樽都攞唔到。我老公就講：不如去睇中醫針灸啦。去到中醫師嗰度，醫師就講：我係血液循環唔好，毒素阻塞，需要針灸同推拿將毒素排出嚟。真係喎，做開幾次之後，我嘅手有返啲力，而且冇咁酸痛，但係治標唔治本，完全冇好晒。我心諗係唔係傷到骨呢？不如去睇西醫骨科，照 X 光睇，比較清楚知道到底係咩事。當報告出嚟，醫生講筋骨冇問題，只係中咗網球手。嚇？網球手？我都冇打網球。醫生問我：你手係咪每日重複做好多次同一個動作？係喎，我工作係美容師，返到屋企係格格。醫生就講：所以咯，網球手啊，係因為一種過度使用手嘅肌肉而拉傷啊，導致手腕、手踭而手臂嘅肌肉重複收縮同組織嘅壓力啊。而家只有食藥、休息、配合做物理治療、冷敷同熱敷嚟舒緩。重複做返工，手依然係酸痛啊！但係我好有福運，遇到貴人，亦係好朋友啊，淑欣同我分享 He&Me 公司頻譜護手環。呢一個健康護手環可以立即俾你手嘅全方位保護，因為裏邊咧有2粒天然能量石，幫助舒緩壓力，改善手部血液循環，減低手部容易受傷。簡單相信，每日都戴住啊，做工戴，瞓覺戴，我只係輕輕鬆鬆戴上去，唔需要食藥，唔需要受皮肉之苦。不經不覺，我手嘅酸痛、麻痹、無力完全消失啦！感恩 He&Me 公司嘅頻譜護手環，解決咗我嘅網球手嘅問題。最後祝福大家度過健康、長壽、幸福嘅人生。Thank you。